有冇試過夜晚一個人坐喺梳化度，熄晒燈，聽住出面街道嘅車聲，突然之間有一種好強烈嘅空虛感。葉有成又或者正為緊頭家勞碌，但一諗到10年、20年後嘅自己，心底裏總係會飄過一絲恐懼。我老咗之後，到底係享福捱苦呢？會有仔女陪我，定係孤獨終老？好多人以為晚年嘅命運係鎖喺八字入面，又或者取決於你銀行戶口有幾多隻零。今日我要同你講一個完全顛覆認知嘅真相，決定你下半世人點過嘅線索，其實一早就寫咗喺你身體最唔起眼嘅一個部位。區你莫該你放低手頭上嘅嘢，伸出你嘅手，我哋一齊解開呢個命運嘅密碼。明今年過咗一半，工作算係穩陣，身體亦都冇咩大病痛，但係每日搭港鐵返工放工，望住玻璃窗上面自己個倒影，亦總係覺得有一種說不出嘅心力交瘁。好多人話香港地生活節奏快，個個都係咁捱，呢個只係壓力大，以為自己只係攰。其實你身體嘅底氣，或者我哋傳統玄學講嘅晚運氣場，可能已經喺度不知不覺咁流緊。真正決定你晚年享唔享到福嘅，唔係你後生儲落幾多錢，而係你守唔守得住代表先天元氣嘅小子氣場。講到體性上，好多香港人都有個習慣，尤其係每年歲末或者年初，總會去黃大仙或者車公廟求支簽，又或者水師傅睇睇流年，葉線有幾深，你生命線有幾長，你財運線有冇斷，你反而最少人理嘅就係嗰個隻最細嘅小子。因此好多老人家一睇到自己小子短，就自己嚇自己，聽啲江湖術士講，以為一定係命苦，注定孤獨終老。我研讀易經同上學多年所見，從來唔係咁簡單。父子短根本唔係斷定你命苦嘅空兆，更加唔係一張死刑判決書，佢係你身體氣場提前發俾你嘅一張催款單。古代商學奇書麻衣神上有云：小子過三關，絕處能逢生。小子不及，元氣必棄。原文言文講咩呢？意思係如果小子嘅長度超越咗無名指最上面嗰條橫紋，也就是第三關，代表你先天腎氣充足，長精許。講過蒙精經，號手長經；移動講過手太陽小長經嘅交匯處，同你嘅腎氣息息相關。而已知過三關，代表你遇到人生絕境都有底氣翻身。但如果小子短過條橫紋，就代表你身體嘅元氣容易虛耗，後天更加要識得藏風聚氣。呢個就係話，原來傳統商學講嘅命，其實係你身體氣場同五行陰陽嘅最直接反映。依禮講到呢度，我諗起晚清名臣曾國藩。大家都知曾國藩後生考科舉，中年帶兵打太平軍，可以說是耗盡心血，經歷過無數次生死存亡嘅關頭。而如果你有睇過佢嘅日記同家書，就會發現佢成日提住自己耳鳴、眼花、失眠、心悸、心臟。喺倪海廈先生嗰套中醫氣血邏輯嚟講，就係典型嘅先天元氣虛竭，即係小子所代表嘅腎氣正在瘋狂透支，底浩南。好多識睇風水面上嘅幕僚都私底下講，曾大人用神過度，先天底子又唔係極厚，晚年一定會纏綿病榻，因此因為殺戮太重而不得善終。但曾國藩點做啊？佢無去求神拜佛，更加無叫風水師去衙門擺個咩九宮飛星大陣，做咗一樣順應天道嘅嘢，改風水，改自己心境與起居嘅風水。佢將書房嘅格局重新布置，講求主敬傳承，練習小解書法，強行將散亂嘅精氣神一筆一畫咁聚返埋一齊。易經有云：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曾國藩就係用靜坐同書法啟動生命嘅復卦，
將微弱嘅陽氣重新養返起嚟。喺職場上同人鬥氣，將啲氣散晒，然後去買至幾萬蚊嘅水晶洞求晚年享福。依我所見，呢啲就係唔識陰陽，先天元氣唔夠，所以佢用後天嘅修為去補，證明咗佢雖然晚年身體依然微弱，但氣場極穩，不但平穩過渡，更加庇蔭子孫，成為一代大儒。呢個道理就好似你住喺香港嘅屋宇，小子短或者先天元氣弱，就好似你間屋部冷氣機先天匹數唔夠，只有3/4匹，夜開到最大，連房門同窗都唔閂，任由啲冷氣流失，現部機好快就燒，晚年自然百病叢生，勞心勞力。但如果你識得閂好門窗，收斂心神，甚至加把風扇幫手，借用後天風水格局理氣，匹數細，一樣可以涼浸浸、安安穩穩咁過一世。佢同命運嘅運作機制，其實從來都係一脈相承嘅科學邏輯，由先天營商格局影響後天起居氣場消耗，最終形成晚年命運呈現。點樣對待自己嘅能量，天地氣場就會點樣回應你嘅晚運唔好。你唔識得鎖住自己嘅氣，相貌改變唔到命，但你可以用風水同智慧閂實嗰度漏氣嘅門。到咗小子代表元氣同晚運，你頭先可能已經急住望咗一眼自己隻手，發現小子真係偏短，甚至有啲微微向內彎曲，可能開始驚係咪下半世注定勞碌老無所依。但係呢度有一個更隱秘嘅真相係，大多數雙學師傅都唔會主動話你知嘅。下來一堂課，我哋就嚟拆解呢個謎團。邊個一遇到家庭瑣事或者工作阻滯，就覺得有一股無名火之住喺心口，上又上唔到，落又落唔去，跟住晚晚眼光光等天光，第二朝起身，成個人好似散晒骨咁，連行步路都覺得浮，而上來彎曲。雙學上代表六親緣薄，注定一世辛苦，唔係輸喺條命度，而係輸喺你每日不知不覺嘅漏氣習慣入面。點解你晚年勞心勞力？唔係因為命苦，而係你前半生過度透支，搞到晚運嘅氣場閉塞漏氣。睇好少少錢就中意去睇相，一睇到自己小子生得唔靚，彎曲或者好似少咗一截咁，就即刻對號入座，認定自己係勞碌命，幾乎走去買轉運珠、帶水晶、求神拜佛，甚至乎每年攝太歲都要攝多2份，求個安心。但依我所見，呢啲根本就係唔識陰陽，以旋重想。你義理上來講，只係代表你身體氣場比平常人更容易受外界干擾，容易產生鬱結。上學從來唔係一張死刑判決書，你唔去調理自己個身心，反而去搞外圍嗰啲表面功夫，點會有效？又云：戰由心生，氣由身發，骨骼定一生之榮枯，氣息定行年之悠久。句文言文講咩呢？就話你個骨骼，例如小指長短同形狀，係先天嘅起步點，係你出世嗰一刻天地俾你嘅基礎。你每一個流年，尤其係晚年嘅運勢，係由你身上流轉緊嘅氣去決定嘅。天來小子短小彎曲，只係上天善意咁提醒你，你先天底子薄，後天更加唔可以隨意動怒傷神。講到呢度，我諗起已故嘅倪海夏先生，佢係精研《黃帝內經》嘅中醫，亦係醫學家。佢都講過一個好深刻嘅道理：人嘅情志同臟腑係絕對相通嘅。你日日發脾氣、焦慮，首先傷嘅就係心同腎。天經係心經同小腸經嘅所在，腎氣同心氣一衰敗，你個面色就會暗沉，晚年又點會捱得順？呢個就係話，原來星學講嘅命苦，其實係你身體機能同能量透支嘅最直接外在表現。你個漏氣，我諗起80年代旺角一個舊街坊嘅真實經歷。然喺花園街開飯館，也就是
舊式士多雜貨鋪嘅名宿，後生嗰陣可以說係風光無限。夠叔夠拼搏，由朝做到黑，生意做到風生水起，連帶喺旺角同油麻地買咗幾層唐樓收租。依好嚟個，而且明顯向內彎曲。衣帶上嘅老主顧同佢講：明哥，你小子屈曲，先天腎氣同晚運都弱，派且容易孤寡收場啊，脾氣收斂客啦，而飲餸啦。佢覺得只要自己夠惡夠霸氣，伙計先會聽話，生意先會做得大。晚年點會冇得嘆？依大是大就係脾氣極度暴躁喎。佢對住伙計，對住老婆仔女，一啲就破口大罵，成日將你班廢柴無用掛喺嘴邊，以為呢啲係老闆嘅威嚴，但其實每一次發火，佢都喺度將自己嘅氣猛烈咁消耗緊。到咗90年代尾，經歷97金融風暴，飯館生意一落千丈，佢幾層樓因為過度借貸要斷供，個老婆仔女頂唔順佢幾十年如一日嘅壞脾氣，全部同佢反面，有幾個甚至移民走晒，連電話都唔打返嚟。捱夜因為長期動怒傷肝腎，中風半身不遂，日日一個人坐喺大角咀一間殘破嘅舊唐樓度唉聲嘆氣。佢破產同孤老唔係因為生意唔好，更加唔係因為生錯咗隻小子，係因為佢幾十年嚟嘅暴躁，將自己嘅和氣同埋身邊嘅人氣全部鬧走晒。名宿嘅下半場就係氣場敗壞、漏氣漏到盡嘅最真實縮影。呢個道理就好似你間屋個窗本身已經有條罅漏緊風，但你唔單止唔去修補，仲要日日喺間屋度點火燒垃圾，即係發脾氣、極度焦慮，新鮮嘅空氣又入唔到嚟，間屋嘅氣場點會好？你日日住喺入面，吸住啲衰氣，又點會健康如意？天學嘅底層邏輯係完全互通嘅。依我所見，因為先天營養不足，引發後天情緒鬱結，引致氣場漏損，最後導致晚年福報消散、孤寡病痛。脾氣係最傷晚運嘅破財位。風水改變唔到你隻手，但你可以決定自己留住幾多和氣。如果你睇到呢度，而家心入面有一啲觸動，甚至諗起自己平時返工放工都容易因為壓力大而對屋企人動怒，透支心力，宜溪留言區留低一個1，或者每一個數字同符號都係你決定由今日開始正視並且修補自己漏走嘅氣場嘅一個見證。呢個唔單止係一個留言，更加係你對自己晚年福氣發出嘅一份承諾。到就會諗，既然小子短小係先天缺陷，容易漏氣，咁如果小子生得靚，長過晒3關，係咪就一定包保晚年安康、大富大貴呢？如果我話你知，真正拖垮你晚年嘅根本唔係小子夠唔夠長，而係有一股隱藏喺你身邊嘅殺氣，就算你手上再靚，都可以令你晚運一鋪清袋。下一節課我哋去打破相學最大嘅盲點。依子上次撐過無名指第3節，俗稱小子過3關，就係天生富貴、晚年無憂嘅鐵證。如果你唔識得聚氣，就算上天俾你生得再靚嘅相，最後都只會得個吉。真正影響你下半輩子嘅唔係小子有幾長，而係你懂唔懂得將先天嘅相轉化為後天嘅氣。可係定死人一世嘅劇本，好中意用一把尺去量度命運，以為小子短就注定衰，小子長就一定贏。成績獎就覺得攞咗免死金牌，後生嗰陣盡情揮霍健康同人緣，見到小子短就怨天尤人，覺得做咩都冇用。面上好多所謂師傅最大嘅盲點，亦係最害人嘅講法。女相只係一個外在嘅學技，女先係裏面主宰命運嘅靈魂。個舉直理通，江會有緣，命之理微，其書在氣，氣之清濁，定人窮通。呢句文言文講咩呢？
係話命運嘅道理睇落好深奧微細，但其實核心樞紐就係一個氣字。你身上同埋你身處環境嘅氣場究竟係清澈定係污濁，至真正決定你一生嘅貧窮定係顯達。呢個就係話，原來你嘅晚年運勢每一日都喺度被你嘅行為、心境同埋你居住嘅環境重新塑造緊。先天骨骼再好，只要你後天製造大量濁氣，好傷都會被破壞。相反，先天不足，只要識得養出清氣，一樣可以扭轉乾坤。而家就喺香港，我講一個普通屋村師奶嘅真實故事，大家聽完就會明白咩叫真正嘅絕處逢生。依家茶田瀝源村係最早期嗰批公屋居民，沖上躍躍。最令人注視嘅係佢兩隻手嘅小指都出奇咁短，而雙學上叫不及兩關，甚至有啲微曲。後生嗰陣，陳太命途非常坎坷。80年代，佢老公爛賭成性，唔單止輸清光，仲留低一身街數同一個爛攤子，走咗去避債，留低陳太同兩個仲讀緊小學嘅細路。嫁薄嘅親戚冷言冷語，望住陳太隻手話：唉，睇你隻小指短成咁，注定係勞碌命，老來無依啦，認命啦。確經歷過好低潮，好想放棄嘅時期，日日喺屋企穿膠花、剪線頭，夜晚仲要去酒樓洗碗。一旦佢無日日怨天尤人，更加無四圍借錢去擺風水大角，或者搞法事求轉運。因此作為傳統嘅香港婦女，佢做咗兩件最貼地，但亦係最符合易經同風水大道嘅事。窮，無論幾窮幾攰，佢將間幾百尺嘅公屋打理得乾乾淨淨。講公屋走廊本來就狹窄，好多街坊中意將雜物、爛鞋櫃堆晒喺門口，也就是玄關位，搞到走廊充滿壓抑嘅死氣。更陳太絕不堆積雜物，每日一定將自己門口掃得一乾二淨，保持大門同氣窗通風透氣。局係風水學，納元係一屋之氣口，納清氣入屋係保家宅平安嘅第一步。佢性格變得非常豁達，街坊隔籬有咩八卦是非，佢從不參與。面對最艱難嘅日子，佢對住兩個仔女都係和和氣氣，絕唔會將生活嘅苦毒同怨氣發洩落小朋友身上。但喺不知不覺間，將屋企嘅理氣調順咗，將自己嘅心氣亦都平穩咗。就知你兩股清氣一結合，徹底改變咗佢原本短小脆弱嘅小子氣場。原來問題出喺呢度，冇好嘅起居風水同善良嘅心境，化解咗先天嘅煞氣。到咗今日，陳太已經70幾歲，雖然小子依然短小，但兩個仔女都喺大學畢業，事業有成，非常孝順。求揀晚年安康，得閒就去社區中心做義工，面色紅潤，氣場祥和。呢個就係商學上講嘅有心無傷，相續心生，亦係真正嘅絕處逢生。講到呢度，我諗起已故嘅國學大師曾仕強教授講過一句好有智慧嘅說話。佢話易經講嘅係思路，唔係知識。依家避空嘅智慧先至長久。陳太可能未讀過易經，但佢嘅行為完全符合咗易經講嘅自強不息同厚德載物。呢個就係最高級嘅改運智慧。呢個道理就好似你間屋入面個 WiFi 路由器，小指長短就好似部路由器條天線有幾長，接收信號當然好啲。但如果你將部路由器擺喺個密封嘅鐵櫃入面，又或者日日用鐵錘揼佢，代表壞風水同極差嘅脾氣，亦都收唔到信號，最後都係斷線。短，但你擺啱喺全屋最開揚嘅靚位，保持無阻擋，一樣可以上網順暢穩定咁運行。呢每常玄學嘅轉變機制，其實一理通百理。依我所見，就係由先天相貌短板到後天調理心境與住宅理氣，最終實現命運氣場反轉，晚運亨通。
名冇係你放棄咗轉運嘅主動權，睇上唔係為咗認命，而係為咗知命，然後去改命。呢個字晚運亨通或者化煞納福，呢唔單止係一個願望，更加係一份向天地發出嘅氣場宣言宣告。你就係喺度宣告自己不再受制於先天形上嘅局限，決心用後天嘅修為同起居嘅智慧去改寫自己嘅晚年運勢。念天必從之，調理好心境，保持屋企乾淨企理，晚年就一定安穩無憂。國契，如果我話你知過，真正的危機根本唔係出女喺呢度，喺再好，小子長過晒三關。如果你屋企有個位擺錯嘢，或者犯咗一個極易被忽略嘅禁忌，有一股無形嘅殺氣，依然可以令你晚年一鋪清袋。以下來一堂課，我哋返到屋企睇睇氣脈同身體嘅共振。好多老人家話年紀大咗，機器壞，身體退化，自然係咁，以為係自己老咗，其實可能係你屋企嘅氣脈早就同你嘅身體產生緊惡性共振，慢慢陰乾緊你嘅晚運，正決定你晚年健唔健康，有冇人陪伴嘅，唔係單靠食幾多名貴補品，而係你間屋嘅氣場有冇一直吸乾你嘅晚運氣血。講到風水，好多香港人以為買個羅盤對客東西南北，又或者使幾萬蚊買隻貴價貔貅，紫水晶洞擺喺客廳，晚年就實無憂。我所見風水從來唔係咁簡單咁表面，如果一間屋嘅基本格局錯晒，連最基本嘅呼吸都做唔到，分分鐘係引煞入屋。擺幾多貴價風水陣，就好似一個穿咗窿嘅碗，點裝都補唔返漏走嘅福氣。古籍藏經有云：氣成風則散，界水則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謂之風水。句文言文講咩呢？其實係話大自然嘅氣流，也就是生氣，遇到大風就會吹散，遇到水界就會停留。將呢啲有益身體嘅生氣聚攏，唔好俾佢流走，同時亦要令到屋內嘅氣流通覺順暢，唔好俾啲死氣塞住喺死角。個就係話，原來你晚年嘅福氣同健康係需要一間可以藏風聚氣、識得呼吸嘅屋去裝載嘅。我講過現代香港嘅真實案例，大家去過深水埗或者太子嗰頭，都知好多舊唐樓。幾年前我識得一位住喺深水埗嘅伯伯，叫阿強。阿強伯伯退休前係做地盤大判，由朝曬到黑，身體出名硬朗，手掌厚實，小子亦都長得算飽滿。按相學講，絕對係個有福氣嘅弟子。係佢為咗收多啲租，幫補生計，將原本自己住緊嗰個700幾尺嘅大單位間咗4、5間間房出租。呢機就委屈啲，最入面最細嗰間，為咗慳位同隔音，佢將原本通風嘅大窗封死咗大半，房門一關，入面完全唔見天日，空氣流通極差。呢種格局喺風水上叫氣滯死局。阿強伯伯住落去，唔單止脾氣變得越來越古怪，連原本強壯嘅身體都開始急劇退化，日話頭痛、風濕痛，甚至抑鬱。中醫角度講，痛則不通，通則不痛，環境嘅氣唔通，身體嘅經絡自然跟住失。幾乎嫌逢年過節，仔女翻嚟探佢，坐唔夠半個鐘，就覺得間屋翳焗到透唔到氣，有一種好強烈嘅壓抑感，匆匆忙忙放低幾百蚊就要走，搞到佢晚年非常孤獨。原來問題出喺呢度，屋企嘅死氣散唔出去，直接投射去佢身體嘅血氣度，慢慢陰乾緊佢嘅生命力，連帶身邊親人嘅人氣都逼走晒。呢個道理就好似你間屋入面養魚個魚缸，如果你個魚缸連基本嘅濾水器同打氣泵都冇，你個水完全唔流動，變成一潭死水。買幾多貴價補品，幾靚嘅魚糧丟落去，啲魚都係會生病，最後甚至反肚。好嘅風水
重點從來都係4個字：流水不腐，戶書不腐，焉會長壽？計其實好實在，一點就明。依我所見，就係住宅格局鬱結同氣流閉塞，會令到室內氣場變成死氣死水，最後令你身體血氣受損，因晚運孤寡病痛。計兵明道揀你出世嘅命，但錯誤嘅空間氣場絕對可以陰乾你最後一口福氣。加我膽自己就好，你試過喺屋企越坐越攰，明明退咗休或者放緊假，都覺得心力交瘁，覺得屋企某一個角落有一股講唔出嘅壓抑感咩？如果你都有過呢種經歷，喺留言區話我知，我會睇每一個留言，先清楚問題，唔係終點。到咗屋企氣場點樣影響身體？接落嚟，我用讀書人嘅身份話你知，點樣喺自己張床、自己間屋度，將呢股晚年嘅煞氣徹底化解。唔好以為一定要大搞裝修，或者花大錢請師傅睇風水。其實真正嘅化解之法，連阿婆都做得到。下一節課我會講出晚年最強嘅旺氣到底係咩？好多人以為防患於未然，將所有嘢控制喺手心就係最好嘅晚年規劃。過度嘅焦慮同控制欲本身就係破壞你晚運氣場，令你小子所代表嘅元氣加速流失嘅最大元兇。真正保你晚年平安嘅唔係外在嘅風水陣，而係你內心識得放手同順應天道嘅大智慧。好多香港老人家窮足大半生，臨老終於有層樓喺手，有少少積蓄，於是乎佢哋會將呢啲身外物睇得比自己條命仲重，窮緊揸實啲錢，揸實對仔女生活嘅控制權，先至有安全感。呢種執念正正係違背咗大自然同易經嘅風水規律。你越用力去揸實一啲終究會流逝嘅嘢，屬於你嘅內在元氣就消耗得越快。經觀卦度上九游有云：亢龍有悔，刑不可久也。呢句文言文係講咩呢？只係話當一條龍飛到最高最盡嘅時候，也就是亢龍，佢已經去到巔峰，無得再上，接落嚟就必然會面臨衰退同悔恨。世間萬物間只要去到極滿極盡嘅狀態，就注定唔會長久。你個就係話，原來你晚年越係強求一切圓滿，越係唔肯認老服輸，越係要求仔女事事順從你嘅心意，你嘅氣場就越容易崩塌。因為你喺度同天道抗衡。講到呢度，大家回想下我哋之前講過嘅國學大師曾仕強教授嘅核心觀點：中國人做事求嘅係合理，唔係單純嘅對與錯。已經講究陰陽調和，至中和，體機能屬陰，你開始衰退，你嘅慾望同控制欲屬陽。如果仲係好似後生嗰陣咁猛烈，陰陽就會失調，強行要去改變啲你根本改變唔到嘅嘢，例如仔女嘅事業選擇，自己漸漸衰老嘅身軀就係逆勢而為，氣場唔通順，晚年點會好過？我喺香港見過太多家庭悲劇，老人家為咗逼仔女買樓結婚，日日喺屋企大發脾氣，搞到家無寧日。唔差，但就係因為一個貪字同一個執字，將屋企原本好端端嘅風水局硬生生搞成一個充滿怨氣嘅鬥獸場。嚟最後連團年飯都唔想返嚟食，呢啲又點會係晚年享福嘅氣場？呢個道理就好似你手入面揸住一把沙，握得越緊，想捉住每一粒沙，啲沙反而喺你嘅指縫度流走得越快。相反，你放鬆心情，攤開手掌，啲沙反而可以穩穩陣陣咁留喺你手心度。人去到最後，其實就係心境嘅顯化。依我所見，最後一條規律係咁嘅：過度執着與控制會導致氣場逆流，身心俱疲，之中令到晚運衰敗破裂。唔執着唔代表放棄，識得放手，以先而係最好嘅風水。坐你間屋嘅格局
明白自己小子嘅先天限制，係幫你避開煞氣嘅第一步。而真正保你晚運安康嘅大風水，從來都係你個心記嘅平凡，接受身體嘅衰老，對後輩嘅事採取不隆不殺、不作亞家翁嘅態度。呢股祥和之氣，先係你下半世人最強嘅旺氣。奉帝執念，順應天道，晚年嘅福氣自然喺你手心。